好，嚟到咧，我哋第10條嘅題目。第10條佢一個嘅坐標轉移嘅題目啊，一個嘅coordinate 啦transformation 嘅題目啦佢有個坐標叫-4，佢做兩個動作。第一，佢會順時針轉90度；第二，向上移一格，咁就去咗一個新嘅坐標，叫做 Q，揾翻我哋 Q 嘅坐標。咁呢一啲我哋可以咧畫翻個坐標出嚟咧，去判斷究竟佢講嘅事情、講嘅經過，會令到你嘅坐標產生咩影響。第一個坐標本身佢叫-4，我哋可以畫一個好似床嘅物體出嚟啦，喺呢邊。咁呢個代表-4。我哋會以長啲表示個數值大啲嘅數，即係5；短啲代表個數細啲嘅，即係4，咁就-4。咁之後佢會順時針轉90度，我哋就會用一個類似風車旋轉嘅原理風車旋轉咯。我哋將呢一個坐標順時針轉90度，我哋督住呢個位，將佢順時針轉90度，係咪上咗嚟？睇多次，本身喺呢度，督住中間，順時針轉90度，係咪上咗嚟？咁你就會知道新嘅一個位置喺呢一度。我哋見到短啲嘅代表個數值4，長啲嘅代表個數值5。再諗翻佢係正4定負4，正5定負5，因為佢都係喺正數區，所以正4正5。咁一個未完嘅佢仲要向上移一格。咁你向上移一格嘅時候，你會見到其實係個 Y 坐標咧向上移多一格，所以由5變6，所以答案最後係46，即係 C 啦。